适合，因为拍细粒的卫星，100公斤、200公斤、几公斤啊卫星，像 rocket vector 吼，啊，佮有一个叫 responsive launch vehicle， 这个物件就譬如讲较国防关的，譬如讲台湾，各位知影台湾，其实台湾是啥？对外的沟通是啥？靠 internet。啊，当然有台湾一个中心2号吼，另外一个 internet 台湾5条，伊讲5条，毋知有 secret 我毋知。伫东海岸嘛，啊，差不多1冬前吧，还是半冬前，有一个新闻报道讲有一个去哦，渔船啊，网啊去搞着，啊，结果爱请人来修理，爱1个月到2个月。啊，你阿强啊，你安怎做？伊个有 submarine， 我做只是起来，要修一件事你就翘去啊。所以台湾一个啥，你来拍卫星，细粒的，差不多100公斤、100公斤就好。上无你通拍20-30粒，做瑞类，啊，飞弹做。迄个洲际飞弹要拍卫星，毋是无可能，有可能。中国捌伫6-7冬前捌demo过，但是呢，我拍卫星一粒可能1亿尔，啊，你粒飞弹可能要10亿，来比看卖啊，看你拍。所以台湾有即个做瑞咧，其实台湾可能有咧做即个代志，哎，爱对台湾有信心哦。中差可能应有咧做即个代志，啊，所以伊这时啊，伊变成用拖车出来，我拍一解放迄粒50公斤，我出来。砰一下就起去，所以这对台湾最重要。OK， 佮怪，这发车的时候，因为过去，即摆过去，即摆佮怪吼，我真袂想啦。过未来6-7冬哦，差不多有3000粒会饲着1公斤到50公斤的细粒卫星要射，所以这市场足大啊。啊，其实台湾是一个足好的发射地吼。台湾其实离这是赤道 equator 吼 ，equator 你知影咱地球安尼西吼，伊的半径上大嘛。半径上大，你知影伊的切线速度、地面速度会较大，1秒钟差不多500-600公尺。台湾是北纬22度，因为这是球，所以伊的地面的速度向东哦，差不多1秒钟嘛接近400几。所以你若向东射的时阵，你会当节省袂少的这个energy，chemical energy 哦。所以台湾其实是的，而且你向东射的时阵哦，这是空旷的太平洋啊，多一个啥关岛。所以你只要落落来物件，第1集、第2集落落，莫去遐牵着就好啊。哦，美国人袂安怎？啊，美国人最近佮对台湾佮足好吼。所以咱来利用这个机会。啊，佮我要来讲就是讲，这卫星100公斤左右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服务市场足大的，而且因为门槛降低，较早足大。即阮统计出来吼，即马有20个国家想要发电这，为什么呢？较早你要大遐大粒吼？迄门槛足悬的，你国家开足是，但这细粒的，这做这细粒的，伊成本，你一间公司哦，设计差不多发射地莫讲，5档，我这几档经4-5档，差不多10亿都有够。啊，10亿你对台积电，伊起一个厂要1000亿呢，根本就屁数。但是因头壳内底无这个，因无法度这个物件，所以这对一个国家讲要做这个还足俗的，10亿较有啥？1档2亿、3亿，哦，然后即摆有。你 website 找到有40间供应要 provide 这细粒的，但是到尾可能90%拢会挂掉。有的广告的无钱，还是技术做袂到，这种常常发生的代志哦。啊，佮这对台湾的产业我来看是安尼，我台湾其实足完整的，尤其我这2-3趟出去，我深体会，我拄则有甲迄个陈副长讲了，台湾其实100%有能力通做卫星的载具，launch vehicle，伊的产业。水准有够，会当提供所有各种保工的需要，拢是参入行来吼。包括原料、储系统，啊，其实台湾已经卫星的操作上，太空中心，吼，这其实拢有，啊是大同公司拢有，台湾就欠一块，欠这个卫星发射的吼。佮怪，这是阮2号7-8档哦，阮这2号咧拍冲天炮尔咧。我2015啊2档前3年出去进前，阮2号其实拢拍冲天炮，因为无控制。拍去大家足欢喜，哦，足欢喜。啊，但是尾这理想你讲要太空的袂遐简单。啊，这2趟出去，伫阮2号，这是伫阮号斗3工的，都有差不多30-40间公司啊。对电机、电子、资讯，你想得到材料足济，所以伊是一个肉粽头。肉粽头来讲，这个关起了，你像我出去了，因为我要做这个载具来，等下我来讲，火箭内底有一寡重要物，你得爱去找讲，虽然我会当设计。但是我要哪制作？我无可能，我一个公司100个人，我同拢做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你要利用台湾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基础，啊，叫你去找，因为台湾佫足好者足细。台湾我有看到一个统计数据，台湾伊的工业水准哦，
全世界排第6到第8，这我无白讲的。阮今仔要做这物件，我若去印尼、去越南、去啥，无可能。全世界有材料做这，你去意大利嘛无可能。意大利有一款物件足强，但是伊无像台湾，你想得到什么死人骨头拢有，我无骗你的，我真正讲真的。譬如我估计，即摆讲好了，你高雄我找着一个无说伊足低调的，伊做的物件会当，伊做的材料啦吼，伊会当一个物件 A 甲 B， 基本上是即个陶瓷 ceramic。一定的比率，伊咱控制伊的流动性。你通灌模，伊两个加起来15分钟尔，伊有一寡 chemical， 然后伊会变 Q 会变定去。然后你灌模啊，伊用一个透具哦，马上差不多1500到2000度较烧，半公分尔，经过5分钟，隔迄个后壁加无1度。这真诶，伊当照片互我看。啊，这伊拢无名，你 Google 找无？我是介无说伊电视看着，我去 Google。去看到大纪元报俩，其他拢无报。啊，伊拢是台湾足侪大间的公司，只要有做材料的，伊的原料提供者，啊，就这种啦，已经做40档啊，所以台湾真正足厉害。啊，搁有这是一粒，这欧洲太空总署的因的Microset 的一个 bus， 伊这个物件吼，这个物件差不多80公斤，啊，你会当顶晚要做实验用去，这粒吼，譬如歹势这个哦，这个。Flight computer 吼，得3000万，这个一定嘛爱 propulsion 去做姿态控制嘛3000万，这个电力控制每一个物件伊的附加的价值拢非常非常悬，吼啊这我感觉是台湾这国家势应该爱做的代志，而且我这几档这10档我伫交代20档吼，其实吼你会当伫台青教程、台青高层，还是中视辈这做教授的人拢爱感谢天、感谢上帝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的囡仔其实是素质拢袂歹，我毋是咧甲因学了假哦，这真诶啊。啊，但是爱互伊有动机啦，所以你若讲今仔我若是一个做歹诶校，我无可能做这个代志，那是无可能。吼，所以其实台湾的囡仔做应该来做这种较 high end、较有 value。啊，当然投资当然爱较济嘛吼。佮怪就是讲，我看着讲台湾，你看全世界即个做卫星的服务 satellite， 这工业足大，但是这 rocket launch 吼足细。啊，这其实危机就是转机，因为本来无人做，哎，结果咱会当做，啊，佮因为即摆 internet， 所以我拄则都嘛甲迄个陈副校长讲，譬如讲好啦，有人问讲吴老师，你敢知影买什么设备，要做什么代志？我嘛是校老师啊，为什么知？因为即摆有 internet， 你会当 Google， 啊，你会当 YouTube。我举一个吼，我本来我去迄个公司，因为我无人真正做过这种 hard real time， 伊这控制是 real time。真正 hardware 毋是手机啊，即种伊爱有 OS， 爱有 operating system， 这个几乎拢爱找 computer 做 tough 啦。起起了顶外，结果，我迄个物件就是讲，你毋捌真正做过呢？啊，你会知影？啊，你时间人钱赚落去足紧张诶。结果有人去 Google 去找着啥样啊 ？SpaceX， 伊个规个一个 guidance navigation， 伊个 block diagram， 啊，找着这对伊无 detail， 但是你看了这就知影讲。因为我嘛知影讲，我可能 A method A 这种吼 B 啦 C 拢有可能，但是我讲的是 practical， 毋是咧写 paper 的吼。我若投资毋对，我的时间人啥我就翘伊啊，人钱就抽转去，你是行不行？我当然讲行，但是我皮出来。我2天前要创业公司，我其实半暝拢困袂去。我到6个月前要转去交代时，我中昼时啊食饭拢食无2碗，食无2喙。啊，是做老师较好。压力足大，因为人等要6、7月迄个，吼啊，所以我拄则讲个物件就是讲，结果有人去 Google 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即马 internet， 迄嘛毋是调工诶，可能内底工程师吼，伊感觉伊甲锁在某一个所在，伊感觉黑客，迄个时阵黑客无人拍破，结果尾仔黑客愈来愈厉害，反正恁遮都有黑客，啊，那黑客就是怎甲黑客人上爽诶，摕个物件甲弹出去 internet 互大家看，结果你 Google 一找着，伊原来就是安尼做。譬如讲你发射的时阵吼，这个物件你要定位咧。卫星载具飞是啥？你假设在生态发射，你要到倾斜角30度，高度590公里，这个 trajectory 这个轨迹是爱事先设计好。你几条火箭就等于一个 autonomous control， 无人咧控制，你来 follow 这条曲线，不管你中平流层风偌大。你毋知平流层10几公里到30公里，风上大，咱1秒钟60公尺咧，迄比风台还恐怖。
所以你火钱要飞过时，你我能控制甲讲，搁甲搬转来，所以真正无简单。所以我意思是讲，因为 internet 关系，你其实做者物件，你会当去找到一寡基本的物件。你袂讲像古早，比如发射地，阮是变哪设计发射地。你即摆去 YouTube 甲拍 Rocket Launch， 你都找100万的 video， 啊你这边看看，迄边看看，迄边看看，其实你斗大，阮有基本的知识，其实设计出来，差不多90%度拢无问题啦。啊，我举一个像内底影片，我有一个迄个叫 YD machine 咧填迄个缠绕，迄是 carbon fiber 吼。内底当，阮内底因有一寡物件爱高压，啊你用 carbon fiber， 你袂当用stainless steel 迄个不锈钢。因为你用个伤重嘛，你背袂起，所以迄个电其实阮迄个机器迄阵4档前档个拢无诶，我无骗你。啊，尾仔安怎？我手头还250万科技部的计划。啊，尾有一个朋友看到，伫迄个杨梅哦，说你做伊是冠村大汉，伊细汉就做爱算这，啊尾仔读台北工专毕业，走去中科院2档那个走出，伊想要做伙计。伊讲，较有老师带先来写伙计，201。啊，尾伊就来找我，伊讲我要参加你的团队，我毋是要来趁钱。伊即过去迄阵4、5档，差不多甲我加工要300-400万都无法提起，啊无阮这足伤重的咧。啊尾仔伊怎要甲我斗做，伊开250万，开1档的时间，用迄个车床的物件。啊我爱讲，台湾做厉害像台中遐，阮咧做到尾我公司爱做1公尺半的火钱的资金，啊填差不多5-6公尺。阮本来甲迄个印度买，啊拢摕钱拢付一半。印度迄间公司讲无问题，结果尾仔因政府要出口的时阵，心在冻掉，昏大涂骹要安怎？啊尾仔只要想办法。伊即个电的原理甲啥 ？CNC 的车床做成的。台湾离台中有迄个20-30人的公司，伊是咧做专门咧做巨型的 CNC 的加工。啊，阮这个精度其实差 CNC 搁差一个 order， 较歹。但是电有电的技术，我买伊找伊讲伊无这电的技术。但是看看，其实尾仔伊开差不多5个月，就真正甲做出来，会当填1公尺半直径，6公尺长的巨型的缠绕机，台湾就是遮厉害啊！你这要倒找，啊无这种出口管制，这美国嘛无爱卖你吼。啊，怪阮这个 team 哦，其实叫做 HTTP 哦，H 就是新竹、交大，然后 T 就是台北，迄是阮台北科大一个林信彪老师，台南就是成大何明志老师哦。啊，屏东就是屏科大迄胡伟文老师，啊，都注释 HTTP， 这毋是雕工诶，啊，就真正 HTTP 就是代表这 Internet 吼，阮诶水毋是无限诶啦。啊，佫怪就是，我本来是做佚佗诶，啊，看下先啊，迄火箭升起了，你看你罕得看了先啊，因为完成一个作业，一驶甲讲安尼，哇，要流目屎啊，痛甲要死安尼。我诶先啊有一个无，迄火箭大概有无啊，迄个降落伞无拍开嘛。伊尾仔是说干做大声诶，阮甲消音掉诶，讲袂使，阮甲消掉诶。啊，所以你看学生啊，因为这，所以我尾仔发觉死啊，我都无法度落车啦。其实我是为着学生啊，去继续做落。啊，尾仔就是嘛无钱啊吼。啊，尾仔就是，阮2011发射了，我一个朋友看到，伊是药厂诶头家啦，我伫美国熟悉，啊，怎去找伊？讲你旧年找我，伊尾仔捐1000万，啊，佫有一个伫安南区我国中诶同学吼。恁较早国中的同学，还是高中的同学，若是无啊翘起来吼，较早阮迄拢是穿足暗的，啊，去老师叫去顶悬吐高速公路迄种哦，你爱对较好的吼，迄种到尾拢真有成就，尾捐500万互我，啊，所以同安尼去挖落来嘿，啊，所以尾仔我小小的，我到尾其实我迄阵3年前为什么会紧走，就是因为阮迄个团队的人吼，学生要毕业啊，啊，毕业的时阵你着可能走去台积电吃8趟，嘿。啊，去做一寡做routine的代志，做可笑嘛。啊，尾想讲，我想要创造这个 ecosystem， 就是讲，你以后做个研究出去，要有对应的产业。啊，你其他当然一般的产业是无问题，但是火箭这种物件根本无可能嘛。啊，若无上济去中科院啊，吼。啊，当然中科院嘛是足好啊，但是我想民间的活力会愈紧愈有弹性。啊，叫你看到美国的这是有机会，所以阵我红广告那撞出去。啊，尾仔为虾米佫提早转来？这个中国叫不足为外人道的吼，所以就讲外口做复杂，啊，佫一寡就是毋是你想安尼。啊，但是我学足侪物件，我等下小可讲一下吼。啊，但是我尾仔佫转来，但是今年5月转来了，我休困1个月了，
我这人就是做论的啦。我较早拍橄榄球，我拍死无退吼。所以我想讲，转来校有好处。你校有啥物好处呢？就是讲你爱做甲 prototyping。然后虽然你做的是 sounding rocket 一般是无控制，但是我要决定2站拢，我等下去看2站拢控制。所以你做出来这是 launch vehicle 的 technology。比如讲，我等下去讲一下。所以这俩做出来了，你若有 commercial 的机会，我出去 spin off 甲 scale up。这个物件对我来讲，我可能较掌握到。啊，你校阁有一个好处，校各种的人才拢有，各种的老师无共专长。你若想到，比如讲，某一个主工系老师咧做 real time system 做厉害，我马上咧找伊讲，足紧的当复合起来，啊是空错啦，一寡有无吼？所以，阮定的目标就是要做 prototyping。阮较早做啥哦？大家看，一开始先德哥倒菜刀啊，这是2008十当节的时阵。这叫 Sugar Rocket， 效率足歹。阮这设备，你看这房仔是啥？迄人无爱迄个 Office 迄个分隔板，我根本无。啊，搁有一届哦，迄个喷嘴哦，喷到我30公尺，伫树仔顶咧烧，大家拢戆去，我就甲一个喷，迄个灭火的，我去甲拍啊。所以这物件是这个物件其实是 Solid Rocket， 这其实因为性能足歹，所以我也先竟然无法度脱模。我毋捌做过啊，用锯仔去锯，竟然袂爆炸。物件摕做好甲牵对壁咧，佫袂爆炸，说做安全。所以咱利用这个物件训练学生。阮差不多12月初要去带新竹的香山，迄个我下1公里半，主要是咧训练学生。这差不多15公分、16公分，规2节差不多3公尺。这主要咧训练学生，因为我学生来去训练系统工程，内底其实啥物拢有。我伫遐这6公码拢等台南遮，你若走去安南区鱼温你甲射拢无问题。当然遐人讲好，而遐身体足歹找所在。所以等即个退潮了差不多有3公里的潮间带。其实本来拢人男女朋友去遐掠迄个掠金仔。我会记阮即个2当前1月的时阵，我咧写，伫咧西滨迄带伫迄个南寮啊湿地差不多1000外个人伫遐看。我每下时会当写念知影？每迄个新竹市长迄柯明才，阮8当前去的时阵，伊走来找我，看到伊是要甲我翕相，我真足歹势。我卖我较低调较好，结果尾仔伊讲伊会当斗相共送，你家当阮合法倒写，尾仔等伊上半部，阮要发射进前发一个公文讲，促进中小学的科学教育，到尾仔当我写，是安尼啊。这个物件虽然生伊足侪物件拢用 3D printing、3D 列印内底足侪物件，几乎火箭有的系统拢有啊。这个物件阮即摆搁进一步，甲规个甲 modularize。阮若变4组，1组、2组回收迄个航电，你会当摕转去厝做，做来，阮有一寡机构甲斗起来。这囡仔拢做，正写要30届，所以这对我足成熟。我老朱啊，我明年开始有可能暑假想要办这个 Rocket Camp 有高中、大学做来比赛。这伊若马上来了，囡仔咱在顶面想足侪创意。比如讲，这阮后壁明年阮可能想要做时代控制，这等于飞弹。你有莫达爱控制飞弹这足趣味的代志这其实做会到的。这2分钟你看，这是咱2当前迄阵的影片你看到9C就是9A 9B 失败。这是 parachute。其中有一个囡仔最近去中科院，伊本来对我找尾仔，我离开迄间公司。我有放一支索尼的手机索尼手机做厉害，13个 G 佫会活。
参迄个狗仔嘛会斗相共，不然咱去对面无人摕，还使船啊过遐摕过来。所以这尾仔有一个，其实阮这个是咧做迄准备2十个火箭爱脱10个是，这一个记者翕的。伊第一集脱10了，第二集佮点火吼。啊，这2集拢有回收。你像迄 parachute， 其实阮的技术算真无手哦。你几粒 parachute 拢无问题。啊，其实拢学生啊真巧，用3D 列印做一寡机构。OK， 啊，其实这阮过去较大量的吼，就是阮即摆阮都摕一个科技部的计划，啊，本来这太空火箭，但是阮即摆阮变成2集拢要做控制，啊，这其实就是有卫星载具基本的技术哦。啊，这是阮差不多2集，差不多800公斤吼。啊，这伊有一寡字，详细我莫讲汤，基本上就要飞到100公里就对了。啊，这基本火箭我简单，阮即摆咧做啥？我即摆较开始报告。我即摆转来后了，其实火箭主要是伊的 propulsion， 哦，guidance， 像即个就是机械航太，即个guidance navigation 抗做这导控，这其实电脑的computer science， 佮电子的电机的拢需要吼。啊，这 high strength 高强度足悬，啊，阮佮轻量化，啊，来话像碳纤，铝合金这种，啊，一个佮长长距离的通信。像阮本来的设计，应该你的资料爱通信到1000公里，啊，迄个 image High HD 哦，就是迄个高画质的，差不多爱200-300公里。啊，这其实的应用，伊这衍生出来应用足恐怖的，比如，我等小可讲一下。啊，这就是阮即摆咧做的物件吼。即摆阮第一集是用 cluster 的引擎，会当做推力，会当做叫进步的 TVC 控制，哦。啊，这会当做推力控制，像这个 Hybrid 叫我多，你看伊这吼，这个推力，你通控制，哦，你通控制你要爱。啊，上重要是阮用足简单、足俗的啥，一般的叫做波把球法，这球法台湾买俗个大啊，什么 size 什么条拢有。一般传统咧用足复杂的法门，迄足贵的。像这是几若当前的1000公斤咧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可能，伊甚至咱关掉搁重开。啊，像这个物件吼，这个物件反正每年1月2月，阮这个物件咧做控制，就是讲4台引擎，你通控制互浮起来，啊，当刷。啊，这若起这其实这若起当上头版的，这做这无简单。啊，这火箭差不多。第一集差不多50公分到60，啊，第二集嘛50，差不多8公尺悬的火箭。啊，这2集拢用控制的方式哦。啊，这互你简单看，这无必要看，这是做导控。导控主要2部分，一个是硬体，一个软体。这硬体全部是迄个何明志老师在斗相共。软体这就爱 computer science 的人，爱写 hardware time， 迄底层的专业拢会对头甲你写。哦，你要做这物件足复杂的吼，这需要的拢是 advanced 的物件。啊，这长距离的通讯。你火箭顶悬的传输的啊，地面的哦，这种啊，阮用的其实是算正下面叫 software defined radio， 这两个做同学知。啊，结构的我就无讲啊。过去几冬我是无说去做 crowdfunding， 我真无钱啊，就有人来找我，啊，我要斗3工哦。啊，尾其实为什么呢？就是讲你有较好的技术，就无经验哦，嘛是无路用控制布置，所以 no budget no project， 你无钱啊，你就翘伊啊，这是无法度代志。啊，结果这个过程，我就感觉，我若无钱的时阵哦，我若无技术的时阵，啊，就有一个朋友走出来斗3工，啊，若无钱的时阵，像迄阵请老板，互我去活2-3冬，啊，佫无钱啊，啊，变哪读个无少，啊，科技部都无计划啊嘛吼，其实无 support 嘛，啊，尾我甲多一个朋友3冬前，叫做贝克放大，我走来找我讲，伊10月讲啊，暂时决定要甲咱做群众物资，这是公益物资，钱捐入去交代这个 ARK。安尼是无介济，但是迄个过程，互我了解，台湾社会足趣味的，真正足趣味。啊，话伊是有技术的。我讲的有捐100块、200块，嘛有捐300万、400万，我就安尼去挖落来。啊，钱其实佫无够啦吼。啊，但是我讲钱我无够。我这因为我是带庄卡大，我真正做纳两个啊。你若国小的时阵，国中叫我徛到台顶，啊是大学叫我我若读南一中叫我，迄阵来用真试的方式、即卖方式吼，我可能。无一间考会着，我去我批准啊，因为我袂晓讲话啊，我讲话中文话去个腔足重的，啊
所以我对家己无啥信心嘛，台湾人对家己无信心。啊，即摆你也10万年，我嘛敢讲啊，啊，即种练习尔，即无啥只有机会。所以我甲台湾的囡仔讲了，你做物件不管做啊好，你都要有 visibility。啊，当然你做的是正面的，啊，你若做的正的物件吼，你要 thinking big。啊，我恁一个建议啦吼，我想做实际的，就是你若对一个物件有趣味，就是你3工3暝，你拢一直做，拢袂忝，即种才是趣味吼。这是第二，你若想要做你的头路，叫志业啊，志业，你着爱，你开始家己食，用这物件，你家己会当饲活，你家己袂使去甲你老爸母讨钱，这是上简单的2个原则。啊，你要创啥？只要莫杀人放火，你着甲放手去做啦。啊，群众募资就是讲吼，这个过程我才发觉，足侪台湾，尤其年纪较大的，也是因其实拢有一个太空梦吼。啊，足侪少年家啊，写批哦，我收够侪批，我拢一个回吼。我感觉这真正足侪，啊，佮有信心，发觉你家己若较拼的、较正面的，其实都有人来斗相共你，不管你钱还是资金吼。啊，有哪你遇到困难就是机会，我若有哪无遇到这困难，我就袂想办法去解决，啊，永远就袂解决，因为以后你嘛遇到这个困难吼。啊，佮有甲这个社会规个连接起来，哦，伊除了咧拍工诶，嘛迄个企业主，吼，啊嘛迄个甲加工拢无爱钱诶。我想我最近咧做，伊讲兄弟啊，我甲你支持，你免烦恼啦，就是讲我做个物件，可能200-300万，讲你免烦恼遐代志，就是这种人吼。所以若无这个，我做注视都有这个 crowdfunding，都台湾这几档都起来。啊，都有人来找我，啊，我甲社会做直接的接触，哦，啊，佮有即几档我处理产业经验哦，就是讲哦，我其实即几档我了解台湾产业的技术能力，我甲各位报告有100%的信心，伊完全会当支援台湾，不管你军方还是讲私人政府要做rocket， 就是要做这卫星载具的研发无问题。第二哦，即2-3档啊，佮较早我先其实已经有一批你无共的火钱需要的。算真有理想、有热情、有经验。我印象最深的，我2-3档，我2档前，我来成大机械演讲。迄个演讲了，尾仔有4个人入去我公司，拢成大机械。所以我遐其实我本来迄间公司势力上大的是成大的，毋是高大。OK， 啊，这囡仔本来无经验，即摆完全无共。啊，有一寡即摆搁教我重新练，啊，搁怪我了解吼，要做这个物件，无可能哐当转。爱一步一脚印吼，要实现这理想无遐简单，包括你技术，哦，你较早的技术专处，甲这个 professional 技术专处，啊，但是这2-3档对我来讲帮助足大。我除了技术以外，我嘛知影讲，你面对的是投资的人，投资人是要想要趁钱，啊，你面对的时阵，我一个教授，做菜鸟的教授吼，我甲人讲，我这3档我摕到社会小学的毕业证书啦。社会小学尔，佮差足济。啊，第三，你要去 survive 这个全世界要哪敢竞争的 business model， 你得要创造你一开始，你利用你这个火钱的核心的技术，衍生出来一寡 byproduct 副产品，啊，你其他的产业应用，但是你门槛足悬，你会当有 cash flow。